去親酒樓食飯，我都好鍾意食下唔同地方嘅小炒皇。今日試下喺屋企復刻一個，除咗韭菜花同埋芹菜，小炒皇仲有好多配料㗎。至於用啲咩就根據自己嘅口味。我今日就準備咗大頭菜、蝦米、辣椒、魷魚乾，或者有啲人會叫佢做土魷。先將魷魚乾浸泡軟身，同處理新鮮魷魚一樣，要撕去面頭嘅呢一層膜。所有食材都切成幼條，長度就同韭菜花或者芹菜差唔多。所有食材準備好啦，燒熱個鑊，依次序爆香啲蝦米、魷魚乾，然後加入大頭菜，用大火嚟到翻炒，炒到聞到香味之後，喺鑊邊灒少少燒酒，然後加入芹菜，用少少糖同埋鹽嚟到調味，翻炒均勻先至加入韭菜花。韭菜花好容易熟㗎，所以唔需要翻炒好耐。最後加入埋啲辣椒，唔食得辣嘅可以用彩椒嚟到代替。調味方面，我用咗啲 XO 醬，埋翻一個蠔油芡汁，試下味，唔夠味嘅話先至加少少豉油，一路用大火炒到乾身，咁就完成㗎啦。試過味之後，我覺得都相當成功。雖然用嘅係電磁爐，但係都相當惹味㗎。你哋又有冇試過喺屋企做小炒皇呢？又會放啲咩配料入去㗎？